珠海市區嘅房價點解咁貴？呢2-3年樓價呢唔係下跌咗好多咩？點解依然仲係要2-3萬，甚至乎4-5萬蚊一個方？你哋知唔知係咩原因啊？今日呢，我用2分鐘嘅時間帶你多維度、多方面深入咁去了解一下珠海呢座城市嘅架構。想喺珠海買樓嘅朋友啊，呢條片可以認真睇下。首先係珠海全市嘅面積係1725平方公里，分為香洲、金灣、斗門3大行政區。24年數據統計咧，珠海全市嘅 GDP 總量係4479億，其中啊香洲區咧就佔咗2993億啦，接近2/3。就算係拋開咗橫琴同埋唐家嘅話咧，都仲有2000億左右。再嚟睇下金灣區24年咧係946億，都還好。最後就係斗門區啦，只有539億。所以你哋依家知道點解斗門區嘅房價會平咁多過香洲區啦？仲未完啊！再嚟睇下人口同埋配套。截至咧25年年初，珠海常住人口係251萬，其中啊香洲區咧係有143萬，佔咗全市嘅大概56%。斗門區咧係62萬，金灣區只有46萬。所以無論係經濟定係人口，香洲一個區就佔咗珠海呢座城市嘅一半以上啦。仲有就係珠海目前嘅最好商業、學校、醫療幾乎全部都係喺晒香洲市區，商場啊到處都係，包括珠海最頂級嘅教育學區，例如文源學校呢啲咧都係喺市區嘅。醫療咧就更加唔使講啦。珠海全市一共有6家三甲醫院，其中咧有5間就係喺香洲市區啦。仲有珠海同樣係唯一一個與港澳咧6橋相連嘅城市，可以話咧係真正嘅港澳嘅後花園。但係咧通往港澳嘅關口啊，幾乎全部都係喺香洲區，所以無論係香港定係澳門嘅朋友過嚟珠海啊，第一站就係珠海市區啦。所以珠海最好嘅配套全部喺晒香洲，包括咧人口都係喺香洲，人人都想住喺香洲，所以市區嘅房價咪貴咯。如果係你揀啊，你係會揀香洲定係金灣或者斗門咧？可以打喺評論區一齊傾下。